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2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出来就第19章第92到25节。希伯来书11章23节到28节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坚持到底。耶稣基督捌教导讲，手换利后壁看的人不配来进上帝国。基督徒会通忍耐到底，就必定会通得救。伫马太福音24章13节，耶稣基督来劝勉这个军队者，这嘛是今仔日基督徒所需要持守的部分。忍耐呢，实际并不是一个真简单的事吼。咱对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载中间，会当看出讲，因就是这个失败，无法度忍耐，无法度持守坚持到底。咱伫出来记19章第9节到25节的经文来讲，摩西将人民的话对上帝讲，上主佮摩西讲，你去人民遐吩咐因伫今仔日甲明仔载，着洁净家己，佮穿叫因来洗衫，准备迎接第三日。第三日，上主要对所有的人民的面前降临伫西奈山，你着伫山的周围，甲人民定界线，讲恁着谨慎，毋通上山，嘛毋通侵犯山的边界。若有人侵犯这个山的边界，一定互伊死，毋通甲伊摸着，着用石头甲伊钉死，或者是用箭甲伊射死。所有侵犯边界的，无论是人还是精神，拢袂用得互伊活。到扫角的声拖长的时，因才通上山。摩西落山去到人民遐，吩咐因着爱洁净家己，佮叫因洗衫。伊对人民讲，着准备迎接第三日，毋通亲近妇人人。到第三日的清早，山顶雷公四那，乌云密布，号角的声大弹，迎来的人民拢摇摇喘。摩西带人民离开营地，迎接上帝。因拢伫徛伫山顶山骹，规个西奈山拢是火焰，因为上主伫火中间降临伫山顶。山的火焰亲像火炉的烟呛悬，规个山大震动。扫角的声哪弹哪大，摩西讲话，上帝单雷甲伊应答。上主降临伫西奈山山顶，上主调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爬上山。上主对摩西讲，你落去警戒人民，叫因毋通超过界线，要来遮看上主。地道会有真侪人死，亲近上主的祭司嘛着洁净家己，才免我甲因刑罚。摩西对上主讲，人民会当上西奈山，因为你已经警戒阮讲，着伫山的周围设界限，甲山分别做成。上主甲伊讲，你落去，才搁甲亚伦做伙上来。毋过祭司甲人民毋通超过界限，要来上上帝遮，才免我甲因刑罚。摩西就落山去人民遐，甲因宣布。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袂当超过界线，并且爱洁净家己，才会当亲近上帝，才会当得救。希伯来书提到着摩西的身世，搁较提到着伊拒绝为着安尼逃生来被称作埃及公主的囝，伊选定呢军队上帝，并且呢离开埃及，坚持到底因为安尼才通得到见上帝。
更加因为伊的相信，伊的坚持，会通带领以色列人经历着上帝这个搬过节的保守甲祝福。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到28节，对神摩西出世以后，伊的父母看到婴仔清秀，行王的命令，将伊创3个字句。对神摩西长大以后，拒绝人甲伊称作埃及公主的囝。较爱甲上帝的子民同受苦难，无爱享受最终一时仔久的快乐。伊看到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宝较宝贵，因为伊仰望将来的报赏。对神，摩西毋惊王会受气离开埃及，伊坚持到底，因为伊有看见人看袂到的上帝。对神，摩西设立搬过节，吩咐着耶和华伫门里，才袂互走灭的吸着以色列的大囝。真可惜，虽然啥呢？这个摩西甲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拢无会通到伫坚持到乌鲁尾，失去着进入伫流年甲密，得到福气的应允之地。因的代志提醒咱基督徒着爱学习坚持到底的军队，才会当领受着永生的救恩。诗篇第2篇，列国是安怎做声势？万民是安怎计划空空的阴谋？地上的君王得败阵，统治者斗阵计谋，对抗上主甲伊选立的王。因讲，咱来讲随压制咱的脚车，出动束缚咱的手。上主坐伫天顶得笑，在天笑因的阴谋，伊受气甲因警告，发生地甲互因惊吓。伊讲：伫我的圣山锡安，我已经设立所竞选做王。王讲：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。伊甲我讲：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对我求，你就会通，我就会通将我列国，互你做领土，将全地互你做产业。你要用铁管甲因讲，亲像降水飞去。正君王啊，着谨慎；统治者着接受警戒，着用敬畏服侍上主，用行刑屈服伊伫骹下，才免伊起圣地，互恁伫路中灭亡。因为伊会随时发受气，寻求上主最必然所的人，这个人上福气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阮学习听探你的旨意，跟对你的脚步来坚持到底，永远无行偏差，放弃你的道路，互阮会通得救。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